2002年，咱台湾加入 WTO 了后，政府就废掉分酒公卖制度，民间会当家己结酒。真侪介意食米露的人，就开始探索属于台湾的结酒风格。今日暗时7点半，青春咱的梦，就要带大家来看，伊是安怎甲在地风情甲米露结合，结出台湾味。较早伫台湾结酒，拢是家己伫厝里结较济，真少有所在咧教。陈家宏就是安尼一步一脚印，10几年来透过网络家己学，精进伊结酒的技术。虽然伊已经是酒厂重要的成员之一，不过伊还是有一个还未完成的梦想。做米露的原料4种，加1种是台湾的，迄2种是啥物？水、酵母啊、啤酒花啊、甲梅啊，拢是进口的。关林，你要开大一点，压力太大了。应该可以了。但是有一天会使用台湾的原料来做这件事情，做出米露，喝啉的米露，那是一个令人开心的事情。为了以本土的原料来结米露，中兴大学的林宣佑老师，家己伫美国学的系统引进台湾。2年前，伊开始伫南投仁爱乡的山区试种米露花，希望会当伫在地生产这种重要结酒的原料，为台湾手工米露的产业开创新的可能性。因为我做爱啉米露，我感觉台湾也有一款家己的米露，所有的原料拢是台湾本土产的，我会感觉这足赞的。然后我就想讲，我伫美国的时阵，我的老师就有咧做这米露的花的研究，我就决定把这套系统呢载来台湾。在地酒厂伫当地举办米露节，这是酒厂的头家蔡孝伟伊人生的愿望之一。就算面临真侪困难，也要是坚持连结在地，希望甲当地文化、甲手工米露的产业会当牵绊做伙。客群聚集没有那么容易，但是我们会持续的办下去，因为我希望说可以诞生出一个指标性的南投啤酒节。就算手工米露的产业也有真侪市场甲法规的挑战。这阵结酒的人要是拍拼为这个产业开拓更较侪发展的空间，应甲当地特色甲结酒的技术结合，推动台湾手工米露的成长甲多元化。记者洪兆生、吴一修综合报道。